4月开始要起电前，经济部长郭志辉讲一定会起，不过袂像韩国起遐济，会想办法让物价卖超过2%。顶礼拜一个爬山队去基来山，一个人死亡，剩的16个人吊伫咧山顶。今仔日早起，空勤直升机拢甲因载入山。2015年世界幸福报告芬兰连续8年排头名，全世界上幸福。咱台湾排伫咧27名，是东亚国家排第1。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0公司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头起先来看外界咧传讲，这4月开始，一般的家庭民生用电拢要起价。这地址到底敢会起呢？经济部长郭志辉讲一定会起价，不过袂亲像韩国的电钱起遐济。经济部会想办法，让物价卖超过2%这条通货膨胀的警戒线。调整电价应该是势在必行。调整的幅度到什么程度，这个可能还要经过再更详细的讨论嘛。部长，您同意我的看法吗？完全同意。经济部将伫月底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电价敢是要起？经济部长郭志辉早起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表示，完全同意立委的讲法，电价一定要起。我们应该是不用涨那么高了哈。我们当然刚才委员所关心的这个 CPI 的部分，它电价的调整多少会影响的这个影响因素，所以我们会想办法。根据统计，台湾民生加产业的平均电价为2008年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动。7月、10月连两起比去年同期2块2角4，一块仔起4.3，刷落来2012年、2013年，各起10.41%、8.49%，为2015年到2016年是连3降，刷落来为2022年到2024年，各出现8.4%，甲连续2摆起11%，单价来到3块5角4。因过就惊电价一起，物价跌咧波动，经济部进一步强调，即摆会想办法详细算，希望物价年增率唔通超过2%。另外，郭志辉也强调，经过评估，菲律宾正电的可行，目前成本5块半，因过经过评估，日本首相年底就当做到10兆瓦度电柜，成本存1块2角5。停掉核电，对不对？核电核1、核2、核3，一年大概就多花了1000亿啊。它占的我们的比例并不高，那它的运转是不是让我们台电可以赚钱？我想我们这个还要再评估一下。各界提出办法救台电，核小董事长当主现提出，若使用核电，当年会当替台电省上1000亿。对此，经济部表示，若立法院通过核管法修改，经济部甲台电会按照法令执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中国不三市起无空，造成台海的情势紧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川普政府的政策是确保台湾的现状未改变。不过有专家认为，这中国伫咧2007年进前就会拍台湾。即马咱的国军毋若加强军演，这罗总统嘛强调讲，未来会全面应对中国的认知作战。中共相关台海紧张情势，嘛影响印太区域局势发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广播专访，针对美国总统川普会见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这件大代志，是毋是展现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卢比奥表示，川普的政策是台湾现状未予武力改变，美方原来有合作中共犯台手段。I do think you can delay and deter by making the price of taking Taiwan higher than what he perceives to be the benefit. Our policy remains the same.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ere should be any violent and/or extortion-based change to status.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柯顿嘛示警，世界面临大国竞争，中共加速扩军，计划2027年前占台湾。美方必须加速关键军武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国军今年汉光演习的目标，都头一届纳入中共2027年反台。中共就可能会把台湾当成他走向远洋的一个主要的就是目标之一，因为如果他可以控制台湾，那么就可以控制西太平洋，以及向第二岛链，就是更加的深入。国军提高备战能力，小汉讲操演第4天，首都防卫任务是关心的焦点。宪兵快反连20架次印第安挑战者重型机车，在大台北地区的联外桥梁出现，演练遭到强军进犯。
三军联训基地是展开陆空操演，阿帕奇直升机展示2.75寸火箭，30公里连炮顶强大火力，反制强军的威胁。国防部20发布查到27台强机，其中飞过海峡中线加进入西南空域20台，6只强弹，也有1粒空飘气球绕台，为台湾中部切过台湾本岛的天顶，也引起关心。面对来自中共的各种威胁样态，都能够提高警觉，尤其在网络资讯、个人交友以及涉外交流时，多一分谨慎，多一分判断，避免无意间被利用或是陷入风险。赖总统嘛上纪公园地提起中共统战手法多元，去年强谍案起诉人数达到64人，是2021年的4倍。话讲国军官兵爱提高警觉，政府原来会采取这种做法的反制策略。记者综合报道。2022年10月，台北树林发生马来西亚大学生的命案，被告陈碧干甲查某大学生借钱借袂到，抓甲人电死。1审甲2审拢判无期徒刑，不过高等法院认定这个被告有符合自首减刑的条件，所以伫咧经1审是改判18年10个月。对判决有信心吗？在案陈碧干亲身到庭听审判，当日判的官司就是2年外进前犯下的马来西亚女大学生的命案，因为金钱的纠纷，伫台北树林区杀害来台湾读册4撮学生，1审2审拢判无期徒刑。不过高等法院经1审20改判18年10个月。判决的结果并盘一个关键的理由，就是规个案件互合议庭认定做符合自首的要件，所以得到减刑。陈碧干听到宣判了后，更加是伫法庭双手合掌，真侪个点头，所以感谢。本案被告在远景不知其在被害人租屋处犯案之际，即对这个远景坦诚杀人的事实，且被告在侦查以及2审审理时均坦诚犯罪，表现出面对司法裁判的态度。因此，本院合议庭认为本案可依自首的规定予以减刑。其实过去的审理拢有针对自首的要件做相关的讨论，不过到尾拢认定无真心悔改，无要予伊减刑。被害家属律师更加伫法庭顶面愤怒批评讲，被告的所作所为就是挑工杀人，双方并无和解，要求判死刑。这个判决算是大减少刑期。他确实是真的在没有发现之前他就已经自首了，跟那个司法院提出的那个量刑系统表比较起来，稍微还是比较偏重。经1审的宣判结果，各界有无同的看法，不过专案由员会当上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顶礼拜六有一阵17个人的爬山队去爬基来山，一个人死亡，剩的16个人因为落雪砸倒伫咧山顶。今仔早起，这空勤直升机拢甲引载落山。另外，南投县的搜救队是去山顶训练，其中2个人引发关山症，却因为落雪，这直升机无法度去救援，嘛是坚持到这阵好天才顺利落山。拄好直升机再落山，南投消防局山南搜救队的成员提出伫山顶结冰的水果在整理，车站因联动协作含领队拢总16个人进行南山大山搜训练，却拄着山顶落雪，变作银白世界。这样变冰块的话，在山上不就不能喝水了？对，拿雪来融啊。活动盘和消防队员铺彩队员，因为高山症发作，身体真虚。做伙去的分队长讲，迄当阵看到状况无变好，就申请空勤救援，但拄着落雪，只好等天气较好，直升机才会当飞。就有同仁他不太舒服，然后一直呕吐，然后吐到都没有东西，还是继续吐，然后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拄着落大雪，还有去基内当年的爬山队，西畔队员翕到日头出来了后的规片爬。伊参加高雄组成的爬山团，一阵人17个，15对基内爬山靠入去了后，17就通报一个队员乌卡，到伊进前心气功能停止。花莲县消防局17和18拢出动救援，但是因为山顶积雪积甲真严重，嘛去阻碍着救援行动。那最多也到膝盖那么深，还路上又有结冰，其实我们寸步都不好走。好在到20天气变好，会当顺利出动空勤直升机来救援，16个人顺利落山。西畔队员落山了后讲，队员普遍拢爬过50座百岳，做下之前嘛密切注意气象，知影讲会落雪。除意外，队员爬山的经验真丰富，因都有领队和队员轮流陪伊，但是上尾行袂去。好像有点失温了，就有点手脚不麻利了。没办法，说撑不过去。应该是误判天气的状况，就下雪，他们也没有带足够的装备，
所以会受困在山中。这里在呼吁登山民众需携带雪具装备、冰爪、冰斧以及保暖工具。对山用18翕的画面，会当看到细山的东风已经互雪砍掉。西北国家公园提醒讲，积雪已经到20公分，山友一定要炸雪地的装备，而且做好保暖。若是无把握，一定要越头落山。玉山嘛变做金白世界，玉山的主峰阁出现冰晶。玉山国家公园呼吁讲，若是无雪地爬山经验，一定要评估取消爬山行程，等较温暖的时阵才过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爸爸，一个人点厝，有2个囡仔。这3岁后生煞伫咧浴槽渡水死亡，因为事当时来 CPR 急救的人，毋是消防员，嘛毋是技消，引起家长的质疑。这消防局表示，若准执行 CPR 的民众无证照，煞穿这紧急救护技术员的衫，就会依法处分。3岁查甫囡仔渡水无性命迹象，这个金头毛的查甫人伫家急救，不过伊毋是消防队员，也毋是义消，伊是透过听到 AED App 到场支援的热心民众，加上这个救援过程有疏失，这个民众好亲像假 EMT 的身份，平台发出声明，这个民众并无进入身份审核阶段，目前已经封禁会员身份。台中市消防局是搁再说明，这个民众比救护人员先到现场，当时情况危急，无法度进一步确认身份。我们是查证过他不是我们义消，至于他有没有假冒这部分，因为我们没有亲口听到他说他是义消，所以我们也没有说，我们也不会去说查他说是不是假义消这部分。一般民众都可以加入，然后审核部分是由他们听见 AED 他们那部分去审。消防局19个声明稿指出，因为有打 AED 大片，所以民众饲的所在是伫扁仔骨下半段，符合 CPR 实施原则。不过，家属提供的影片，急救当时无打大片，对这件代志，消防局并无解释。敢若讲，当时饲的所在是伫合理的范围。消防队员因为安尼无要求换手，虽然消防局支持大众参与救援行动，不过这个民众个人网络社群，除了讲是救护技术员 EMT2， 嘛是台中市义消，佮因为伊伫现场是穿 EMT 2样的外套，消防局要进一步调查，是毋是有违反紧急医疗救护法。针对民众身穿印有 EMT 字样服装，是否涉及假冒救护人员情形，将进一步查处。若查获违反规定，可处新台币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款。家属20无进一步回应，消防局是讲对民众愿意加入急救表示肯定。迄天最后无甲查甫囡仔救倒转来，无法度认定是急救无适当造成的。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一个国校的老师涉嫌用手机偷袭穿裙的学生，这家长报警查去学校抓人，检方复审了后，怀疑这个老师毋若偷袭1届2届，所以甲法院申请羁押核准。目前这个查甫老师嘛互停职啊。若调查确认是事实，这4人可能拢袂使搁加册。平静的国小校园，这个月13，警方提搜索票、驱票进入，因为接到家长报案，学校高年级4名班导师涉嫌用手机偷袭女学生裙底，和另外一位女学生发现，向家长反映了后，也出查甫导师偷袭的行为。家长如果说你有发现小朋友相关的这个话，也可以跟我们通报，或者是直接跟警察局来报案这样。学校这边也启动相关性平机制。学校表示，小安老师2023年8月到任，是这个班级第2年班导师，教学真认真，甲学生互动也拢无异状。案发了后，已经将查甫导师的公布3C设备提供检调来调查。检方复审了后，认定伊涉有淡嫌，向台南地院声押禁见。有相当理由认为被告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以其身份勾串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必要，裁定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如果情节属实，最重将该师解聘，且终身不得任教育人员。教育局当时要求学校厘清敢有其他受害学生，保证后来查无偷袭的设备。只是小安老师15号羁押禁见停职，学校说伫最近才启动辅导机制，引起家长质疑处置伤过慢。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前几日有民众驶国道1号上北，经过麻豆路段，煞雄有一支铁爬过来，这撼着车头的板巴，查封玻璃嘛差一点就破去啊！
那台中是有民众车停伫咧路边，要上车的时阵无注意边仔有货车经过，手前头仔抓红叶灯送病院。车伫国道行驶，向有一支大铁机飞过来，插到车头头前的万把，差一点就击到挡风玻璃。车主惊甲赶紧甲车速放慢，报警处理。这件意外是伫这个月14暗时发生的。台南陈先生开车上北，经过国道1号满道路段时阵，互不明汽车落来的铁机击到，好在无受伤。突然有一根铁条，很大根的铁条飞过来，然后砸中我的引擎盖跟那个前保杆。直接整个插进去。另外，还有16暗时，国道1号上北台南新营路段，同款有大批铁制品散伫车路。警方调查发现是一台营业半连结车载运铁制品落轨涂骹，造成后壁另外一台半连结车正边的万把受损，好在再嘛无人伤亡。危害自身及其他拥有之安全，违者可处新台币12000元至18000元的罚款。国道交通事故真多，市区道路嘛无平静。台中市19中昼12点，一个姓柯的女驾驶把车临停伫路边，转来开车的时阵，开车门的时阵，因为手放伫车门边，甲另外一台行驶中的货车相压，造成倒手的前头刷骨折受伤。警方呼吁用路人开启车门时，应注意左右来车，以维护用路安全。警方提醒民众上路车开车门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周围的状况，车载运物品应该要把握好。避免货物也是机件落来造成事故，违反相关规定的，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会当罚18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在阮实际民生线讲要23年啊，分挂做实动线和民生线了后，这实动线今仔日总算是动工啊。2032年会起好势，未来实际到内湖通勤的时间会当减半点钟，阁会当接起家人坐稳。若施工的期间，主要车路吉林街附近是搁较会塞车，所以已经提早分跨到16公尺宽。喜送福，地产开工顺利。乌图代表开工，实际民生线在地化23年，经过800几3市甲交通部会商，分挂做石洞线甲民生线各自推动了后，石洞线3月20开工动土，会加做串联北市家人的关键接运路线，预计23000元完工。上下班都非常塞，有捷运的话，交通便利的话，当然开车的人就少。盼望这个捷运已经盼望20-30年了哈。现在汐止的人口数有涉及户口的将近21万多，那不在籍的也有5-6万啦，加起来有27-8万。石洞线东边连接未来的家人坐运。西边延伸台北捷运民生线，设有6座高架车站加1座机场，全线长度大约是5.56公里。路线经过内湖东湖站，往东沿途经过吉民街、东兴路、大同路、新大高路到设置区公所设置终点站。目前我们的汐东线全长大概5.56公里，有6座的高架车站及1座机场。那预计在2032年10月可以来实质完工。也毋过设置内湖路段本来就真太外界也关注，适当捷运施工期间的交通黑暗期安怎克服？在这段时间，我们不断在先期工程能够先完成，就是希望汐东捷运在施作的过程当中，可以减少交通的黑暗期。那未来在整个交回计划，我们会不断的做好滚动式一个检讨。为着减少交通黑暗期影响，新北市府已经伫石洞线施工主要干道吉林街。先施作道路拓宽工程，为完成6到8米拓宽到16米，希望维持原本交通的状况，减少施工期间的影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关心国际新闻，美国总统 Trump 和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2个人搁通电话。泽伦斯基讲，相信今年就会当停战，永远和平啊！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乌克兰应该爱把核电厂的所有权交给美国，讲这都是上好的保护。川普19号伫家己社群媒体平台发文，讲甲泽伦斯基进行1点钟真愉快通话。对话内容大部分是徛伫伊昨昏甲普廷的通话，要互俄乌双方的要求甲需求达成一致。还佫讲，当年努力实现停火。人伫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进行国事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是以线顶记者会方式对外表示，伫川普的努力协调，相信今年会当达成永久和平。 Настрій був правильний, достатньо деталізований. Ми проговорили про наші наступні кроки, вимог щодо часткового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огню. 泽伦斯基表示，伊同意暂停攻击能源设施、铁路甲港口的部分停火，不过警告，若陆方违反停火条款，就会加以反击。白宫发言人讲，双方讨论的内容已经超过第一阶段的扩散协议。 We've moved beyond just the economic minerals deal framework, and we're looking at a lasting ceasefire. Right.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甲国家安全顾问沃兹将对美俄领导人同为发表的联合声明，讲泽伦斯基要求美国提供更较侪的空防系统，以保护乌克兰平民，特别是爱国者飞弹。川普同意甲伊合作，特别是伫欧洲找出会当用的资源。 技术团队这礼拜较晚会伫沙烏地阿拉伯討論具體的部分停火協議，將停火範圍擴及到烏海，再來達成將機尾全面停火。也指出雙方討論到烏克蘭將電力供應甲核電廠所有權交予美國的代志，講這就是對能源基礎設施的上好保護。不過澤倫斯基表示，伊記的是落伫羅方之手的扎波羅熱核電廠。 澤倫斯基的線頂記者會也擺為着法國總統馬克宏的來電來中斷。 Okay, sorry, Manuel. I have ju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journalist. Can I be back in some minutes, in 15, 20 minutes? Yeah, please. Thank you, Manuel. 另外一掛，澤倫斯基向記者承認，伊定甲馬克宏通話，平均一日一擺，也佫講兩國關係真好。馬克宏定出手幫助，互伊真感謝。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美國拉斯維加斯一間特斯拉的修理中心去互人放火，司法部長批評這是恐怖攻擊，聯邦調查局嘛介入調查。最近是小連續發生幾件這攻擊特斯拉品牌案件。 外界認為是因為頭家馬斯克管理政府效率部大規模裁員，引起民眾倒彈。美國拉斯維加斯一間特斯拉維修中心的停車場，伫拜二，予不明人士疑似使用汽油彈來放火，造成5台車紅燒甲密密麻麻。見到物的外壁各紅噴反抗的字，警方真緊就趕到現場，嘛較緊甲火拍花。警方講，這個嫌犯閣對汽車開至少3槍。另外，伊嘛佇一台車發現講還未崩，親像炸彈的裝置。目前聯邦調查局 FBI 已經介入，幫助當地警方來偵辦。為了避免這種事件閣發生，特斯拉相關設施的施工已經加強巡邏。As a precaution, like we do on many of these types of incidents, we've increased our police presence, in particular at Tesla locations or any Tesla-related locations in the valley. 司法部長邦迪定調這個事件就是國內恐怖攻擊，就在對犯人上嚴格來處罰。白宮嘛表示講，攻擊特斯拉行為是真卑鄙。We certainly think it's despicable, the violence that has taken place against Tesla, the company, its employees, and also just Americans who have chosen to drive an electric vehicle. 最近親像這種事件是一直發生，親像14喺波特蘭、70喺聖亞島，頂個月喺科羅拉多州，攏有特斯拉相關設施互攻擊，全團包括放火、噴漆、開槍等等，互懷疑是對馬斯克最近的政治舉動不滿。馬斯克是去年川普競選上大的金主，至少捐82.5億台票。川普當選了後，伊入去川普內閣，主張新創設的政府效率部，而且以消毒官僚做理由，大裁聯邦部會，其中以負責國際開發、人道救援的 USAID 上受關注。公司新聞又派準編譯。英國牛津大學和美國調查公司公布2025年世界幸福報告，這芬蘭是連續8年排頭名，是全世界上幸福的國家。咱台灣排27名，是東亞第一，贏過中國、日本和韓國。上新版的世界幸福報告詳細列出全球160外個國家甲地區，民眾對家己的生活滿意程度以10分做滿分。2024年滿意度排名前10名，有8個是北歐甲西歐國家。負責出版報告的英國牛津大學福利研究中心指出，這個國家本身就有真懸的 GDP， 還有配合法定的社會福利制度，形成每一個攏有好康的社會。They also redistribute this level of income through the welfare state, which takes and helps out people who otherwise fall off the ship, and that gives them a safety net, which provides psychological safety as well, which is obviously very important to the way people feel. 不過，嘛佇前10名的哥斯達黎加甲墨西哥，平均每人 GDP 佇全球敢來當算中懸級，煞原來有真懸的生活滿意度。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the high income GDP per capita and the re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welfare state. What they do have, and this is also something we focus in on this year, is they have a very strong family set of family ties, so their immediate community is very strong. 所以，上为这份报告的终极标题，就会当看出参与研究的团队所设定的重点方向。除了第一章的总纲，也有重点；第二至第六，也有第八章，拢强调分享加照顾别人，也有互相扶持的社会风气。第七章的标题是无信任别人，助长反体制投票。这种特别点名包括德国匈牙利等国所讲的极右派政党掌权，嘛提起2024年川普搁再赢得白宫补助，拢是无信任感造成的结果。报告阁讲，信任感低的选民偏向投予右派政党，左派政党的支持者普遍属有信任感悬的族群。世界幸福报告头一届出版是2012年，由盖洛普调查公司协助执行。台湾伫这份报告的排名平均伫31名左右。今年是以6.669分排伫第27名，领先第68名的中国，也有第88名的香港。报告嘛，搁再加阿富汗列作是上无快乐的国家。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感谢警花社案甲政治献金案，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第一届提审出庭，包括维京集团新庆京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甲前台北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拢唔入罪。不过政治献金案的部分，在检察院调查认定郭文哲是违反政治献金法，罚伊374万，另外嘛没入5579万。法警介护传上法庭，涉及警花社甲政治献金案，方起诉的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法院隔2个月20头一摆提审出庭。看起我人排甲真长，郭文哲伫要请假过后，也拢到庭旁听。即摆开庭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讨论郭文哲敢是冤案，因为3个月羁押期会伫4月初届末。台北地院审理专案即摆也毋拿传唤伊一名被告。在RI 维京集团主席新庆京、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甲前台北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伫郭文哲进前接到出庭应讯。今仔新庆京开庭时间到审理1早起，伊坚持讲以乌西证件上批评检方用斗的方式起诉伊，佮甲讲家己的健康恶化，希望举报停压。应晓薇也否认贪污，方指控收的钱是做公益用途，爱检察官提出查某人的同理心，想要登记照顾母亲李文忠，佮出庭，又原做无罪答辩。不过，这个案件检察院也介入调查，认定郭文哲伫去年的总统大选违反政治献金法，要来裁罚。都是相关的作业程序上面，因为漏报、错报而虚报的状况，我们就希望能够补正，让大家知道。但是到目前为止，监察院显然没有要让我们补正的意思。这个裁罚跟相关的没入，我们会依法提出相关的救济。郭文哲方认定政治献金申报不实，甲调工暗藏未报，检察院裁处374万，充公55793888块。不过民众党立委黄珊珊回应，几夜半申请保证无结果，会依法提出救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全台大罢免，不过台南市的选委会发现罢免民进党立委林俊宪甲王定宇的联署名册涉嫌伪造文书。检方今仔日去敲国民党台南市党部，拢总局谈5个人，立委才谅解批评这是政治打压。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看起来是照常运作，但是20号台南检方大动作来敲催。前往台南市东区中国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等处执行搜索，扣得党员名册及行动电话等物。检方正式接到证据，讲台南市第5选区的立委林俊宪和第6选区的王定宇，因的罢免案的提议人名册是疑似涉及伪造文书，甲包括姓曾的国民党部副主委等5个人传讯到案。起因是因为国民党为了反制大罢免，嘛发起罢免立委的联署，但是台南市选委会发现讲，要罢免林俊宪和王定宇，这第一阶段提议人名册内面，发现讲有已经过身的提议人，无都是假用人的身份，也是户籍无伫这个选区等等的问题。反正只要有联署，国民党都会造假作弊，尤其这种死人联署的，已经发生非常多起。那这一次呢，我们绝不姑息。这种利用民主的手段伤害民主，
用非法的方式去进行联署罢免，那就依法严办。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立委谢龙介指出讲，检调是配合反移党在做政治动作，用高压的手段在打压，嘛强调讲所有联署的过程拢是依法依规在办理。每天动用府院党所有的资源，启动所谓的大罢免。而且洪坑清顶遐一句话，好好啊做代志，唔通牛调来伫咧搭牛母啦。谢龙介表示讲，相信司法会公正调查，但是嘛爱立案的人士莫过度来解脱，而且宣布讲，台南市国民党的党工节会专门来协助罢免立委的第二阶段联署。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寄来台湾的网青刘真阿伫咧网络鼓吹用武力统一台湾，去互移民署废止居留许可，伊10天以内出境。刘真阿本人是继续发冤枉，不过陆委会是提出证据影片，强调这案已经确定，唔免搁争。这场军演绝对是迄今为止威慑力最强、最具攻势的演习。也许明天早上醒来，宝岛上已经插满了五星红旗。陆配网青爷爷伫台湾的刘真阿翕各地武统台湾的影片，互人依法废止2000居留许可，10天内离境。爷爷本人发冤枉，家己的言论互人误解。不过陆委会无认同，伫记者会播放相关的影片。如果他没有他不是这样的言论，我想台海网也不会抛出他的影片。有没有在鼓吹武统？我想，但这个就不用辩论。自己在网络上面所说的言论，今非昨是，我们无法来肯定他哪一项才是对的。但是处分出去就是出去了哈，10天内请他自行离境。10天以外的话，就是强制离境。我只希望我能够留在台湾陪我的小孩，因为3个小孩真的很难切割。我不希望说弄到最后母子分离这样。包括运气小微顶陆配抖音小号嘛，互人检举。移民署是讲伫调查，互人质疑慢一步。有民众法讲要发起议员抗议，陆委会是讲其他案件无定定甲国安社会特殊有关系，不过无武统处理的无共。陆委会嘛证实，针对军公教人员清查中国身份证件已经有主动申报，嘛有查到案例。身份证、居住证都有。在查证中的对象呢，到目前为止大约是40多人，已经通报给户政事务所，并且废止当事人户籍者有14个人。总统宣布国安17项措施了后，陆委会讲1礼拜内针对个人去中国失联新增加4件，互人关押加3件，失联新增加1件，其中包括一对爸仔囝伫武汉互人限制人身自由案件，家属无方便对外说明，针对国安威胁，行政团队嘛震动起来。为落实这7项因应策略，我已经请行政院公务秘书长以及马政委在昨日召开会议，邀请各部会做就所涉及的相关策略的内容，请于下周2之前要拟定应有的计划及盘整相关法令。对文台讲，一定4月初会重新召开会议，一定各项行动计划切入到法制化的时间，尾下卖定期管考，落实总统提出的17项因应策略。记者综合报道。劳工退休了后，会使领劳工退休金甲劳保老年给付这2条。不过，若准是退休了后，搁转去上班的中高龄劳工，不管是领月级还是算点钟的，拢会使申请领第3条，即续提退休金，而且申请的资格是无限制年岁。整理一寡单据资料，要是保险业会计人员的过大子，因为爱看戏出，伫退休了后，来到小剧场做兼职的行政人员。尤其剧团这礼拜有新剧《魔配玛丽》，团员准备要排演，伊嘛会伫后台斗3工。就算已经70多岁，伊对退休金的请领是真了解，嘛知影第2摆就业会当请领一条无啥物人知的退休金。他也是一样，跟一般人是提拨，好像6%的。要月领还是要全额领？因为提6%的，我们没做几年很少啊。对，如果你再给他分开的话，大概领没有几百块，所以就一次领。对，其实这个是一种保障。事实上，劳工退休了后，会当领劳保、老年给付含劳工退休金。若是第2摆就业，雇主照规定，逐个月替劳工提拨6%的退休金，到个人退休金专户了后，等到至少1年了后，就当申請續提退休金。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若勞工在請領退休金進前死亡，或遺屬來請領，就會有10年的領取期限。退休了又回到职场来哦，那只要是他在受雇我们适用劳基法的这个事业单位，那不管说他从事的是全职或者是部分工时的工作，那雇主都应该要依法来为他提缴退休金哦。
那这就所谓的续提退休金。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因为大家劳工提存的时间长短无同，加上薪资的结构嘛无相同，2023年平均大家劳工当年会当领出差不多66000块的续提退休金。这嘛好，共款伫个劳动市场在做工课的中高龄的劳工，会当因为这个政策来受惠。记者综合报道。目前邮局送包裹，这邮差拢是用信息或者是敲电话来通知民众。不过真侪民众惊这是诈骗的电话，所以邮差定定是找无人。这阵邮局就打算要用 App 直接通知，唔若搁较利白，嘛免惊互骗去。邮局的邮务车入站，甲一袋批搁有规人的包裹落落来，准备分送。普通时啊，民众伫收包裹进前，拢会接到邮差的电话，不过定人无伫厝，爱另外甲邮差约时间，或者是麻烦别人收。他都会说你就是方便收包裹吗？那我就会说，那我不方便，我麻烦谁？你帮我送到哪里这样子？会通常会在另外约时间，然后请就是自己在的时候再收件，对。不过邮局也发现，即马诈骗信息、诈骗电话愈来愈多，民众看到青分的电话拢无要接，邮差的通知就漏交去，所以中华邮政宣布，伫今年年底进行优化目前的邮局 App， 到时阵民众也会当透过 App 收到收包裹、收挂号的通知。透过现有行动邮局做推拨收件。寄件跟收件的服务避免利用简讯造成这个民众这个收到简讯不明的电话的恐慌。民众表示，未来若是有 App 提醒会真方便，无有当时会袂记记。这样也比较确定，因为有时候包裹一多，有时候也会忘记什么的。中华邮政也表示，假收批信的量对早期31件，到去年大约剩17件。未来提升服务品质，优化 App 就是其中一步。因若目前敢若是着约客户，才会当专工请邮差到厝，甲包裹摕去寄。伊个月第3月底扩大，互一般民众也通申请，而且袂加伤钱。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妇女救援基金会长期帮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发现一寡捌亲目睭看过家庭暴力的囡仔。虽然因的身躯无伤，不过有超过3成会出现心理创伤，也是行为出问题。根据卫福部的资料，2023年捌亲目睭看过家庭暴力的囡仔有超过35000人，不过得到社工帮助的算是无够5%。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在晚上，然后听到门外就是传来可能我妈的哭喊声或尖叫声，然后还有我爸的怒吼声。今年26岁的大夫7岁时，捌亲目睭看过真侪摆爸爸对妈妈家庭暴力。虽然国校2年就有社工介入，也是造成伊伫高中时有自杀的想法、自伤的行为，部分无好的情绪，甚至影响较大。妇女救援基金会讲，根据因服务的经验，亲目睭看过家庭暴力的儿少，3成左右会出现情绪的问题、行为问题。很常会感觉到会不会有一个人冲进来，然后把我杀掉？可能在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会一直有这些画面，之后我才觉得不对劲，才觉得这些影响到我的生活了，我才试着去求助。目睹家暴的儿少可能会产生焦虑、忧虑、退缩等情况，影响到未来的人际关系跟生活适应。妇女救援基金会引用卫福部的资料指出，为2019年到2023年，亲目睭看过家庭暴力的儿少，为26000多人增加到35000多人。但是实际有社工开案的人次，当年拢无到1700件，连5%拢无，显示政府投入的资源无够。为什么是实际服务的案件很少？因为台湾投入目睹儿少的服务的人的那个资源是少的，因为他们不像家暴小的孩子，他可以紧急就需要比较大量的人力去服务来介入哈。那很多时候，所以导致这样的那个服务次数是比较少的。妇女救援基金会建议政府要增加社工的人数，针对捌看过家庭暴力事件的儿少投入资源，才有法度帮助这的囡仔提供关怀和支持，甚至转去做心理咨商，避免细汉时看到家庭暴力的阴影，一直影响因规世人的人生。记者郭文郑准由台北报道。今仔日是24节气的春分，人讲春分一暝对分，意思就是春分这天，这日时和暗时的时间平长。嘛有一句俗语讲，春分有好病人去，五谷着作处处鱼，意思是春分够雨水，正适合种花草甲农产品。
到底是人较水，也是花较水，互人看甲目睭花花。拜四是24节气中的春分，天气嘛袂歹，大人囡仔趁好天来到台北新兴公园看花。规片的玫瑰花开甲足水的，因为春分是一个适合花草生长的节气。老公，谢谢你哦，一斤哦，一个翕都足水的。因为我有在学爵士古典，然后我想要跟这个美丽的花朵一起入境，做个记录这样子。春分这天，日头会直接伫咧赤道，所以伫咧这天日时和暗时时间变长，所以有一句俗谚号做春分日暝对分。春分过后，日时就渐渐变长，日头嘛愈来愈晚落山，一直到夏至这天为止。另外，春分嘛是一个足够落雨的季节，所以也有一句俗谚号做春分有雨白人喜，五谷稻作处处齐，形容春分水气济，真适合五谷生长。春分有雨白人喜。五谷稻作，处处齐。准来讲，热天落雨伊会较凉，啊，若寒天落雨，温度会较升悬。啊，所以雨会当调节温度啊，所以人较袂破病，所以讲病人去。啊，若是到即个春分的时候，嘛是适合种植的时阵，所以才讲五谷稻作，处处齐。另外，气象署嘛提醒，春天是一个多变化的季节，是连咪寒、连咪热的天气形态，所以民众爱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才袂感到。记者陈阿轩、柯敏哲台北报道。中华职棒新的赛季就要开始了，高雄大碧湖棒球场整修月底就会完工啊。为着要鼓励少年人去现场看比赛，高雄市府针对高中以下学生推出优惠，这看比赛门票只要50块。铅球、足球、槓球，大高雄县的球员当咧训练，因为中华职棒新赛季要开始咯。高雄的大碧湖棒球场也开要4月重新整修，按算月底就会完工。现在高雄市府针对高雄的囡仔推出50块的优待，邀请家长带国小到高中的囡仔做过来球场看球。今年上午10点开始开放上半季28场次，总计4200个名额。目前各场次预约名额持续增加中。文化局表示，今年丁清湖棒球场隆重举办45场的职业棒球比赛，看球的平均人数有6834人，是球场兴建以来新纪录。今年度赛季，大江一军伫大碧湖隆重有48场比赛。即摆有学生优待专案，为咗囡仔拢真欢喜，会好好来利用支持棒球。不过，有大学生建议优待对象会当扩大。那个新闻好像都报蛮大的，就是都说要参加什么比赛。这样，然后大家好像都很开心的跑去看球赛，这样，对，想感受一下氛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让台湾的棒球文化更加多人去观赏的一个好契机啦。不过，如果能扩大到就是大学生或者是其他人，可能也有一些相关的优惠或者是一些活动的话，我觉得也会不错。去年台湾伫世界棒球12强比赛摕到冠军，高雄市府把握这波棒球的热潮，鼓励少年人去看棒球以外，大高雄警要安排球队的吉祥物去校园介绍球迷互动。文化局讲，大碧湖球场的整修已经在收尾，4月7日的开幕战，大家当做回来现场感受讲棒球的热情甲活力。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嘉义阿里山铁路带动木工业的发展，这擦出为日本时代到达，嘛代表嘉义的历史文化。为着要保护嘉义市的茶厝，文化局甲建筑师傅合作，替民众的茶厝检查结果，嘛检做这白胶下封底。仔细看哦，这是木头，对不对？它已经空掉了。白遐的风地团队检查旧茶厝每一个所在，了解白遐旧的状况了后，木工的师傅嘛对咧检查，敢有影响到结果。嘉义市文化局配合民众的申请，请专业团队来替旧茶厝做健康检查。伊甲咱解说讲，你遮有对有白遐，你遮对结构有较歹，你要安怎做修复，要安怎做这个整理，对咱来讲，屋主来讲是做好的一个方式啦。即间已经有60万的旧茶厝，拼倒或者是天棚的茶，有的所在拢已经互白遐就甲空气。检查的团队就表示，旧茶厝若是无人住，佮有担心的状况，又较会有白遐的问题。就算是用轻拢起的厝，嘛同款会发生。快木的旧来的时吼，伊的外表接触空气的时，接触到空气，伊迄个形落去迄个油脂会打去，打去的时候，伊就白遐伊就来我来食。
厝的部分，因为白遐拢是为涂骹底起来的，啊，伊会弄阮的壁体，比如讲红砖啊，伊会芳，啊，伊味食咱的茶，所以若真正要处理白遐，其实是为涂骹底爱开始处理。嘉义市文化局表示，目前市内大约有6000多间的茶厝，这拢是嘉义市真重要的历史文化。透过这种检查，除了希望会当加深民众对茶厝的重视以外，嘛希望会当减少厝主因为对茶厝建筑安全的无知觉所产生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竹市的青草湖，较早是台湾10大美景之一，也捌有人来遮拍电影。不过，逐年的3月到4月，这水湖啊，拢会发觉规片拢是。为着要维护生态环境，这市府就爱加强清除。规片的水湖啊，沾满水面，看起哪像一片草布同款。今年3月开始，新竹市青草湖的水面就会发水湖啊，那严重影响当地的生态，附近做生意的店家嘛受影响。天鹅船啊，客人就没有办法滑行出去。那像是 SUP 啊，或是水翼这些活动都会被阻碍。啊，你这河去徛到一定点，愈大愈侪，就规个已经近了，嘿，哇，足紧的哦，足紧的啊。市府指出，青草湖的水湖啊是对客雅客顶游来的，因为水湖啊生态的速度真紧，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水质拢造成影响。除了爱定期派人到现场清以外，也要观察青草湖的水域环境、生态够平衡。布袋莲它因为繁殖能力强啊，那它速度生长的极快速，那所以我们就定期需要每年就是进场去做清除，以免它产生水面优氧化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是会持续的去观察这青草湖的一个水域，来维护这整体的一个环境跟水质。青草湖是新竹市真出名的观光景点，逐年歇热拢会举办 SUP 体验活动。即摆煞好水湖啊占满满，已经无法度做水上活动。当地人希望相关单位赶紧解决水湖的问题，提悬游客来遮观光的意愿。记者朱君和新竹报道。台湾的民主自由是先前拼来的。来看纪录片的导演郑基杰拍一出民主之感。透过1980年代摄影记者的镜头来呈现台湾民主的过程。这出片分做3部曲，第一部讲戒严到戒严的故事，今仔日伫咧北科大放送。可以二八事件讲起来，迄叫屠杀，所以讲这个物件，我会感觉我有这责任伫的，所以我一直要甲这个物件，该做一个完成。用黑白相片展现过去228迄段历史的伤痕。这支纪录片《民主之眼》一开始用摄影家潘小杰的观察甲影像来描述台湾伫白色恐怖时代的社会气氛。纪录片透过1980年代摄影记者的镜头现场观察，来呈现台湾社会走向民主的过程。嘛希望讲，这纪录片会当，传予咱后代，甚至会当送去国际。互全世界人知影讲，台湾民主，这个过程吼是无简单、无容易的。嘛希望国际会当挺咱台湾，知影咱台湾，这么打拼、这么努力。民主之眼分做3部曲，分别是破茧、多元、中声。用过去和现代影像描述台湾社会运动、政治冲突、人民为自由奋斗的过程。摆是伫北科大放送第一部曲《破茧》，呈现台湾对戒严到戒严的时期。北科大教授也表示，即摆学生虽然知影过去的这段历史，不过对少年人来讲，感觉离真远。希望透过纪录片，让少年人看到民主的痕迹。这历史好像又有点遥远，所以其实透过今天这部影片的放映，我觉得最重要是一个跨世代关于台湾民主历程的历史的传承的意义。纪录片导演郑伊杰也表示，15年前就有翕这出纪录片的想法，对2022年开始制作到最近才完成。过程中看到摄影家一个拢有会啊，互伊发觉纪录片真正爱抢时间紧做。伊讲未来办理正式的放映会，也希望会当组织社会的力量，互纪录片入去到校园放送。目前也有规划翻译做国际版，甲台湾走向民主的重要分野传到世界。记者刘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台湾历史博物馆最近有一个特点，展示历任总统办国宴的菜单，各国宝的总统赛宝贝梅的食谱笔记，希望透过食食讲出无共时代生活记忆甲文化底蕴。
金黄色一粒一粒的扬州炒饭，看起来真好食款。这料理拢是蒋中正总统时期的国宴菜单之一。7公尺长的长刀啊，展示历任总统的国宴菜单，见证中华料理转变做台湾点心的过程，嘛反映各时期对外交的形象。这张台湾饮食记忆特典，由台湾历史博物馆结合国家文化记忆库，甲馆藏文物所规划。这回嘛头一摆展出料理界的高人鲍培梅用手写的食谱，特别展出傅培梅老师生前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努力跟用功的人。那我们可以在那个现场可以看到他的日文笔记，然后也可以看到他的英文笔记本。所以今天在展场里面会看到，就是他后来集结出版了这个英文的相关食谱。特典以15组饮食记忆关键词做主题，亲像柑仔店传统市场，佮有社运街头的饮食文化。展览嘛搭配影像甲声音，要让观众通更加深入了解咱这块土地的台湾民众。在民主运动过程中，其实有非常多的产生很多事，比如说像那个民主香肠，或者是太阳花学运时候的一些太阳笔的一些插曲的故事。其实那个原件现在都长在我们馆，所以我们也是特地把它再拿出来展出。为历史的角度，过去甲今嘛，尤其是日本时代甲战后，即大家这个饮食这方面有什么款的变化？甲无共款的族群来到台湾，安怎伫这个倒数顶头，大家安怎透过饮食这部分来互相来交流。除了生活中迄伫信仰文化部分嘛，真有看头。亲像这只大只骨的牛毛，佮有硬糖塔的模型等传统文物，拢显示食材甲信仰之间的连结。官方讲，透过这摆展览，要互大家进一步思考，食品唔单单是食的尔，更加重要的是看咱人情文化甲信仰，互人看见咱这块土地的精美甲地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法国的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自1795年成立到今，已经有230年的历史啊！这学校内底有加百外种语言，嘛包括台语在内。咱台湾的老师刘典国就踮遐开课，希望透过文化甲语言，互更较侪人了解台湾。今仔日是几号？Voilà, ça nous permet d'entendre comme si le premier ton et le 7e ton. D'accord? Encore une fois, 3, 4. 老师透过音乐关键音的概念来讲，互法国的学生了解台语声调。法国的音乐高成立到今已经有230年的历史，真侪外交官拢是对这毕业。自从2020年刘典国伫这正式开台语课，也进一步带动法国的学生对台湾有兴趣，甚至到台湾读册。这门课嘛，互伫咧法国大汉的台湾囡仔有学台语的所在。Et il nous apprend aussi quelques phrases qu'on peut utiliser une fois qu'on sera à Taïwan, comme dire que quelque chose est trop cher ou que tu t'appelles comment. Ce sont des phrases qu'on pourra utiliser et que j'utiliserai la prochaine fois que j'irai à Taïwan. 除了和爸爸妈妈会当讲台语，我嘛无会晓讲台语的朋友，所以我真欢喜会当伫老师的课讲台语。另外，刘典国嘛表示，为着要争取台湾伫国际发声的空间，伊伫因那个进一步成立台湾学研究。伊认为这嘛是一种民间外交，希望促进外国人对台湾的了解，来突破咱伫咧国际上的困境。老实讲，其实因对台湾的了解真正真少吼，这嘛是普遍伫法国的一个问题啦。会当开台湾学，甲东语其实开始做合作，渐渐，因为我嘛是透过语言的课、文化的课，甲这个活动。其实，互无共款、无了解台湾的同事，会当知影讲，原来台湾是安尼哦。伫咧法国巴黎，用台语来做生活化的对话练习，嘛用文化互学生了解台湾。伫咧因那个已经带尾第5年的刘典国老师，希望伫咧这个所在，透过台湾的语言、文化也个历史，伫遮点指，互愈侪人了解台湾。以上是记者卢尚如、林秀凯伫咧巴黎的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少，今仔日是温度回升，接落来温度会一天比一天搁较高。到后礼拜3为止咧，拢是烧热好天气，不过就要特别注意，这早暗的温差较大。下暗到明仔早起，可能温度上低会落到10度以下，甚至到苗栗，甚至有可能会落到剩6度。提示观众朋友一定爱穿好少。明仔早天气来看各县市温度。北部地区10度到23度，
中部地区7度到25度，南部地区10度到25度，东部地区10度到21度，外岛地区10度到22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